如果你睇明咗崖上嘅波兒，睇到喊，證明你已經聽明咗宮崎駿寫俾大人細路嘅生死書。嗰啲沉入水底嘅街道，水底仲可以奔放跑步嘅輪椅婆婆，全部都係死後世界嘅倒影。但係宮崎駿將死亡畫成咗解放，將災難畫成咗溫柔嘅末日。佢真正想講嘅真相係，當世界末日，托住你嘅唔係秩序，係你嘅生命力。你有冇發現一個細節超諷刺？波兒嘅爸爸藤本話自己有精神潔癖，成日匿喺個玻璃房入邊逃避污染。但係波兒作為自然嘅化身，最中意食嘅竟然係人類工業食品火腿。呢度嘅隱喻就係真正嘅強大，唔係追求絕對嘅純正，而係哪怕世界充滿垃圾同埋添加劑，我哋都有力量將佢吞落肚，轉化為生命力。呢種對生命力嘅洞察，來自於宮崎駿親自去瀨戶內海嘅真實採風，佢親眼見過海嘅呼吸，所以佢改寫咗小美人魚。安徒生話愛要犧牲，但係宮崎駿將犧牲換愛改成咗兩個小朋友嘅信任選擇。最後嘅考驗唔係為愛敢唔敢死，而係你願唔願意承擔你嘅承諾。但係喺嗰個混亂嘅世界，小朋友點解會有勇氣去承諾愛呢？みんな好きだよ。因為有媽媽們嘅托底。你有冇發現戲入邊嘅男人全部係失控嘅。中介嘅爸爸長期缺席，波兒嘅爸爸藤本極度焦慮控制狂。真正定住個海嘅係兩位媽媽，人類媽媽 Lisa 一邊狂風暴雨，一邊仲可以冷靜揸車照顧所有人。海神媽媽從不審判，佢只係溫柔咁允許小朋友犯錯。呢部片真正嘅魔法唔係呼風喚雨，而係媽媽們用肉身始終幫小朋友托住呢個崩壞嘅世界。宮崎駿喺嗰本書度都講過，只要小朋友仲笑得出，呢個世界就值得被原諒。所以就算生活幾咁洪水滔天，願你我都有波兒嗰種生吞全世界嘅生命力。手頭 Danny 分享俾你更多動漫小驚喜。